無否認健康，3分鐘話你知真相。成日有人話將啲菜白灼係最健康嘅煮法，但係你知唔知其實白灼係令營養流失最快嘅煮法？咁今日我哋就會講下點解白灼唔係最健康嘅煮法，同埋仲有邊啲方法可以令你煮得有型、食得好味。咁蔬菜入邊好多營養都係水溶性嘅，例如維他命 C、維他命 B 群同埋鉀質。當你放落滾水一灼，啲營養就會流晒入湯水。有研究講烚菜10分鐘，維他命 C 同埋抗氧化物可以流失40%以上。所以烚得越耐就等於越浪費營養。喺講應該點煮之前，我哋先分清楚蔬菜係有5大類。綠葉菜例如菠菜、菜心、莧菜，葉黃素多，有助眼睛同埋免疫力。瓜菜類例如冬瓜、絲瓜，水分高，補水，腸胃易吸收。根莖類例如薯仔、番薯、南瓜，高碳水，糖尿病人需要留意分量。花菜類例如西蘭花、椰菜花，抗氧化、抗老化之選。最後就係菇菌類，例如冬菇、白菌、金菇，有維他命 D 同埋植物蛋白。而當中最推介嘅就係深綠色蔬菜，因為佢哋葉酸高，仲有補血功效。根據英國研究，用滾水灼花椰菜5分鐘，營養流失 15%， 10分鐘營養流失 40%， 30分鐘營養流失 77%。但係如果用蒸或者微波爐煮，流失率近乎0。咁所以用蒸或者微波爐嘅方法去煮蔬菜係最補營養嘅。而第二比較好嘅煮法就係用少油快炒，佢嘅營養流失率只係 24%。而最後白灼就係流失營養最多嘅煮法，大概有30到40%。另外仲有啲咩方法可以減少營養流失呢？有4個方法可以令你煮得更加聰明。第一就係唔好切得太細，切得太細會令維他命氧化得快。第二，洗菜前先沖後浸，唔好浸得太耐。第三就係一定要滾水先落菜，快灼2分鐘至到5分鐘就夠。最後就係加少少油，可以幫助脂溶性維他命吸收，例如胡蘿蔔素、茄紅素，用橄欖油快炒最理想。有人話蔬菜生食係最健康，但係其實都要睇情況。維他命 C 想補多啲，可以生食紅椒、黃椒、沙律菜。如果想吸收胡蘿蔔素、茄紅素，就要熟食加油先至會吸收得好啲。仲有菠菜、莧菜呢啲有草酸，灼3分鐘就可以去一半草酸，反而令鐵質同埋鈣質吸收得更加好。總括而言，白灼唔一定健康，蒸、炒或者用微波爐去煮反而更加補營養。加少少油，快手炒同埋唔好切得太細就係最實際嘅健康煮法。咁你平時煮菜係會用白灼定係炒定係其他方法呢？可以留言話我哋知。我哋今集就到呢度，記得訂閱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本頻道分享嘅係健康資訊，唔係醫生開嘅藥方。如果身體有咩唔舒服，記得揾專業嘅醫生傾下。